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越講越有故仔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歷史上最傳奇、最霸氣，甚至可以話係最充滿爭議嘅女人。佢係中國唯一女帝，寵幸無數男士，權傾天下。臨終之際卻甘願造反理智嘅女人。究竟點解一個踩住無數屍骨上位，將大唐江山改名換姓嘅鐵血女王，去到人生最後一刻，竟然會放低皇帝嘅尊嚴，要求同老公合葬，仲立低一塊無字碑？今日我哋就結合正史同埋各種精彩嘅野史，一齊嚟沉浸式還原武則天波瀾壯闊嘅一生。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佢臨終前嘅心理博弈，絕對比宮鬥劇更加精彩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歷史懸疑故事，記得馬上訂閱、點讚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。講起武則天，好多人第一時間諗起嘅可能係佢後宮嗰班靚仔男寵，又或者係佢心狠手辣嘅政治手段。但係要真正明白呢個女人，我哋必須要由佢嘅起點講起。武則天出世喺一個好富裕嘅家庭，阿爸武士票係唐朝嘅開國功臣。野史一直都有一個好出名嘅傳說，話說喺武則天仲係手抱嬰兒嘅時候，當時最出名嘅相命大師袁天罡路過武家，武則天嘅阿媽楊氏特登將個女打扮成男仔，養俾袁天罡睇。袁天罡一睇嚇到面青唇白，話呢個男仔龍精鳳頸，貴極之相，跟住仲嘆咗口氣，話如果佢係女仔，第日一定可以做天下之主。呢個預言好似一個魔咒咁，注定咗武則天極不平凡嘅一生。喺佢14歲嗰年，唐太宗李世民聽聞武家有個女生成得好靚，於是就將佢召入宮中，封為才人，賜號武媚。好多人以為佢入到宮就會寵冠六宮，但現實係殘酷嘅。喺李世民身邊嘅12年裏面，武則天嘅地位絲毫冇改變過，一直都只係一個低級嘅才人。點解千古一帝李世民會睇唔上眼呢個絕世美女？其實從一件小事就可以睇得出佢哋兩個性格上有幾咁唔夾。有一次，李世民得咗一隻好難馴服嘅西域烈馬，叫做獅子計。當時無人可以搞得掂隻馬，點知後生細女嘅武則天竟然企出嚟話，只要俾3樣嘢佢就可以馴服呢隻馬。第一樣係鐵鞭，第二樣係鐵錘，第3樣係匕首。佢話先用鐵鞭打隻馬，如果唔聽話就用鐵錘撲佢個頭，如果再唔聽話就用匕首割斷佢條頸。李世民聽完之後，表面上雖然讚佢有勇氣，但心底裏其實對呢個充滿野性，甚至乎係殘暴嘅後生女產生咗深深嘅忌憚。李世民需要嘅係溫柔體貼嘅解語花，而唔係一個隨時會拔刀斬馬嘅狠角色。所以喺李世民晚年病重嘅時候，武則天面臨住一個極大嘅危機。按照當時嘅宮廷規矩，皇帝駕崩之後，所有冇生過仔女嘅妃嬪都要去錦葉寺出家做尼姑，青燈古佛過人世。對於充滿野心嘅武則天嚟講，呢個簡直係生不如死嘅結局。但係武則天就係武則天，佢喺絕境之中捉住咗一條救命稻草，嗰個就係太子李治。李治性格人弱，同佢老豆完全相反。喺李世民病榻之前，李治同武則天一直相對，一個係情竇初開、缺乏母愛嘅太子，另一個係處心積慮、魅力四射嘅小媽。兩個人就喺李世民嘅眼皮底下暗通款曲。不過李世民一死，武則天始終都逃唔過出家嘅命運。26歲嗰年，佢被逼剃光頭，喺錦葉寺做咗尼姑。嗰段日子係佢人生最黑暗嘅時刻，每日聽住鐘聲，敲住木魚，青春容貌慢慢消逝。但係佢冇放棄過，佢寫咗一首好出名嘅情詩《如意娘》。看朱成碧絲紛紛，潮水之離為憶君。不信比來長下淚，開箱驗取石榴裙。呢首詩字字輯血，將佢對李治嘅思念同埋自己嘅委屈寫到入木三分。終於喺李世民忌日嗰陣，已經做咗皇帝嘅唐高宗李治嚟到錦葉寺上香，兩個人重逢，執手相看淚眼。呢一幕改變咗成個中國歷史嘅走向。當時嘅後宮，王皇后同蕭淑妃正喺度鬥到你死我活。王皇后見到皇帝對呢個尼姑仲未忘情，竟然心生一計，主動向皇帝提出將武則天接返入宮。王皇后嘅算盤打得好響，佢諗住利用武則天嚟分薄蕭淑妃嘅恩寵，將武則天當做自己嘅一隻棋子。可惜王皇后呢個決定係佢人生中最大嘅敗筆，直頭係引狼入室。武則天一返到宮，憑住佢過人嘅手段同埋李治嘅寵愛，好快就由宮女升做昭儀，將王皇后同蕭淑妃都打喺地下一齊打。跟住落嚟就發生咗歷史上最具爭議嘅殺女之謎。根據《新唐書》同《資治通鑑》嘅記載，武則天生咗個大女安定思公主，
有一日，王皇后嚟探望個 BB， 逗玩咗一陣就走咗。王皇后前腳啱啱走，武則天後腳就入去，竟然親手將自己嘅親生骨肉捏死，然後冚返好張被。等到李治嚟到嘅時候，武則天歡天喜地咁打開張被俾皇帝睇，點知見到個女已經斷咗氣，武則天當場崩潰大喊，查問左右，所有宮女都話頭先只有王皇后嚟過。李治勃然大怒，認定係王皇后出於嫉妒毒殺咗小公主，呢件事成為咗廢王立武嘅導火線。雖然現代好多史學家對呢段正史記載抱有懷疑，認為可能係後代史官為咗抹黑武則天而編造出嚟嘅，又或者個 BB 係自然猝死，但無論如何，武則天成功利用咗呢件事，將王皇后徹底打入冷宮。武則天做咗皇后之後，佢嘅殘酷手段開始真正展現出嚟。為咗永絕後患，佢對王皇后同蕭淑妃實施咗令人毛骨悚然嘅報復。野史同正史都有記載，武則天派人將王皇后同蕭淑妃各打100大板，打到血肉模糊。最恐怖嘅係，佢下令斬斷佢哋兩個嘅手腳，然後將佢哋浸喺裝滿酒嘅大酒缸入面，美其名曰骨醉，話要令佢哋痛到骨髓入面。蕭淑妃臨死前發下毒誓，話自己死後要化成貓，武則天化成老鼠，佢要生生世世咬斷武則天嘅喉嚨。因為呢個毒誓，武則天一生都好驚貓，甚至下令皇宮入面唔准養貓。後來佢仲因為成日發噩夢，見到王皇后同蕭淑妃嘅冤魂，嚇到唔敢住喺長安，將政治中心搬咗去洛陽。由呢度可以睇出，武則天雖然心狠手辣，但內心深處依然有住對鬼神嘅恐懼。隨住時間推移，李治嘅身體越嚟越差，經常頭暈目眩。歷史學家估計佢可能患有嚴重嘅高血壓或者心腦血管疾病。李治處理唔到朝政，於是就將權力慢慢交俾武則天。武則天展現出極強嘅政治天賦，佢幫李治處理國家大事，井井有條，甚至同李治並稱為二聖。兩個人一齊坐喺朝堂之上，接受百官朝拜。呢個時候嘅武則天已經唔再係一個普通嘅皇后，佢嘅權力已經同皇帝無異。但係權力呢家嘢，一旦試過就反唔到轉頭。63歲嗰年，李治駕崩，武則天先後扶持咗自己嘅親生仔李顯同李旦做皇帝，但係佢哋都只係傀儡。武則天發覺，與其喺幕後垂簾聽政，不如自己企出嚟做天下嘅主人。為咗掃除登基嘅障礙，佢任用酷吏，好似來俊臣、索元禮呢啲人，發明咗無數極端殘酷嘅刑具，大肆屠殺李唐宗室同埋反對佢嘅大臣。請君入甕呢個成語就係喺呢個時期誕生。佢甚至連自己嘅親生仔女都唔放過。太子李弘猝死，好多人懷疑係佢落毒。另一個太子李賢被流放之後，亦都被逼自殺。為咗權力，武則天已經徹底六親不認。終於喺佢67歲嗰年，喺群臣萬眾嘅勸進之下，武則天正式登基稱帝，將國號改為周，定都洛陽。佢成為咗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嘅女皇帝。佢仲為自己做咗一個新字啟，日月當空，象徵住佢好似日同月咁樣普照大地。做咗皇帝之後，武則天除咗喺政治上展現出鐵腕手段，喺私生活方面亦都徹底放飛自我。呢一點亦係野史同後世最津津樂道嘅話題。以前嘅男性皇帝有3宮6院，佳麗3000。武則天覺得自己既然係皇帝，點解唔可以有自己嘅後宮？於是佢開始大肆寵幸男士。第一個出名嘅男寵係薛懷義。薛懷義原本只係一個喺街邊賣藥嘅古惑仔，生得牛高馬大，孔武有力。武則天為咗掩人耳目，安排佢剃光頭做和尚，仲俾佢做咗白馬寺嘅住持，方便佢自出入皇宮。薛懷義仗住武則天嘅寵愛，飛揚跋扈，連當朝宰相見到佢都要避之則吉。武則天為咗討好佢，甚至撥出巨款俾佢修建宏偉嘅明堂。但係薛懷義個人太過囂張，後來因為呷醋，武則天有咗新男寵御醫沈南疇，一怒之下竟然放火燒咗明堂。呢場火燒得通天徹地，亦都燒盡咗武則天對佢嘅內心。最後薛懷義被武則天暗中派人打死，屍體送返白馬寺燒咗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喺女王眼中，男寵始終只係玩物，一旦觸碰底線，死路一條。去到晚年，武則天最寵幸嘅莫過於張易之同張昌宗呢對兄弟，人稱二張。呢對兄弟生得青靚白淨，面如桃花，而且精通音律，識得氹人開心。武則天為咗佢哋，甚至設立咗一個專門嘅機構，叫做控學監。表面上係研究文學，實際上就係女王嘅私人男寵俱樂部。二張兄弟喺朝廷入面隻手遮天，連武則天嘅親生仔女同埋武家嘅侄仔都要對佢哋阿諛奉承，甚至要親自為佢哋牽馬執鞭。
當時嘅後宮日日夜夜都係奢華嘅宴會，武則天雖然已經年過70，但依然沉浸喺呢啲聲色犬馬之中。野史甚至將紅學監描述成一個極度荒淫無道嘅地方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呢啲男寵其實亦都係武則天晚年用嚟制衡朝臣、鞏固皇權嘅一種工具，因為佢哋無任何政治根基，所有權力都來自女王，所以對女王絕對忠誠。但係人始終敵唔過歲月，去到82歲嗰年，武則天已經老態龍鍾，病重臥床，住喺迎仙宮入面。當時朝廷嘅大權幾乎完全落入咗張氏兄弟手中，佢哋擅權亂政，甚至暗中謀殺咗敢於直言勸諫嘅少皇李從潤同永泰公主。呢件事徹底激怒咗朝野上下，宰相張柬之聯同其他大臣見時機成熟，決定發動政變。705年正月，張柬之等人帶領禁軍衝入迎仙宮，喺走廊度當場斬殺咗張易之同張昌宗兄弟，然後佢哋包圍咗武則天嘅寢宮。呢場就係歷史上著名嘅神龍政變。當白髮蒼蒼嘅武則天喺病榻上驚醒，見到滿身鮮血嘅大臣同埋自己個仔太子李顯企喺床前嗰陣，佢瞬間就明白咗發生咩事。佢冇歇斯底里，只係冷冷咁望住李顯，問咗句：係你啊？依家兩個男寵已經伏誅，你可以返去東宮啦。但係大臣們當然唔會俾佢有翻盤嘅機會，逼佢即刻傳位俾太子。武則天無奈之下，只能夠交出玉璽。失去咗皇權嘅武則天被搬去咗上陽宮，從高高在上嘅神壇跌落嚟，對佢嘅打擊係毀滅性嘅。短短幾個月之內，佢就憔悴到不似人形。去到同年11月，呢位叱咤風雲大半個世紀嘅女王，終於走到咗人生嘅盡頭。但係就喺佢臨死前，佢做咗一個令所有人，包括當時嘅大臣同埋後世無數史學家都大跌眼鏡嘅決定。佢留低咗一份遺詔，裏面有幾個好關鍵嘅要點。第一，佢宣布褫奪自己大周皇帝嘅稱號。第二，佢要求以後世世代代稱呼佢為則天大聖皇后。第三，佢要求同唐高宗李治合葬喺乾陵。第四，佢赦免咗當年被佢殘忍殺害嘅皇后蕭淑妃等人嘅家屬。呢個決定一出，震驚天下。點解？佢明明係中國歷史上唯一嘅女帝，佢一生人費盡心機殺戮無數，就係為咗坐上嗰個95之尊嘅龍椅。點解去到臨終之際，佢竟然甘願將自己辛苦打返嚟嘅天下拱手相讓，甚至連皇帝個名號都唔要，甘願造反理智嘅女人呢？好多人以為佢係因為政變失敗，被人逼到走投無路先妥協，但實情絕對冇咁簡單。武則天係一個極度聰明嘅政治家，佢臨死前嘅呢步棋可以話係計算得無懈可擊，展現咗佢極高嘅政治智慧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當時嘅宗法制度，喺中國古代講究嘅係認祖歸宗。武則天雖然改國號為周，但佢要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：皇位傳俾邊個？如果傳俾武家嘅侄仔，例如武成氏或者武三思，佢作為姑媽，死後係無辦法入太廟食冷豬肉嘅，因為自古以嚟只有祭祀祖宗父母，從來未聽過有皇帝會將姑媽擺入太廟當祖宗咁供奉。如果佢傳位俾自己嘅親生仔李顯或者李旦，佢哋姓李，登基之後一定會恢復大唐國號，到時佢一個前朝大周皇帝嘅身份就會變得極之尷尬，甚至可能會被後代子孫清算，連墳墓都被人挖出嚟。狄仁傑生前就曾經好直接咁同武則天講過呢個道理：姑侄與母子哪個比較親？陛下立兒子，那麼千秋萬歲之後可以配食太廟。如果立侄子，那麼從來沒聽說過侄子當天子把姑姑馱侍太廟的。武則天聽完之後，其實心裏面已經有咗決定。佢知道大周政權係佢一手建立，亦必定會隨住佢嘅離世而終結。與其死後成為一個無家可歸嘅孤魂野鬼，甚至被李唐子孫當作篡位者釘喺歷史嘅恥辱柱上，不如自己主動讓步。所以佢選擇除低皇冠，大反鳳冠，造反唐高宗嘅皇后。呢個身份係名正言順嘅。佢係李顯同李旦嘅親生阿媽，只要佢係大唐嘅皇后，佢嘅仔就必定會以最隆重嘅禮儀安葬佢，將佢同李治合葬喺乾陵，並且世世代代喺太廟入面享受大唐皇帝嘅香火祭祀。呢一招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完美咁化解咗武家同李家嘅矛盾，亦都保存咗佢自己死後嘅哀榮。佢放棄咗虛無縹緲嘅大周皇帝名號，換取咗千秋萬代嘅祭祀。呢種政治算計真係高明到極點。
其次，從女性嘅角度去剖析，武則天心底裏或許對李治始終保留住一份特殊嘅感情。我哋回顧佢嘅一生，由錦業寺嗰個絕望嘅尼姑，到重新入宮做昭儀，再到做皇后，甚至最後做皇帝。如果無李治當初嘅力排眾議，如果無李治對佢嘅萬般寵愛同埋無限包容，武則天根本無可能走到人生嘅巔峰。李治雖然性格軟弱，但佢係武則天生命中唯一一個真正俾過佢溫暖、庇護，並且同佢共享天下嘅男人。去到人生嘅盡頭，所有嘅男寵、權力都化為烏有。佢回顧一生，最令佢安心嘅歸宿，可能就係李治身邊。所以佢要求同李治合葬，某程度上亦係一種落葉歸根嘅情感寄託。最後佢臨終前下令赦免王皇后同蕭淑妃嘅族人。呢個舉動亦都好值得玩味，一個殺伐果斷嘅女王，臨死前竟然會展現出慈悲。其實呢個亦都係為咗平息朝野怨氣，為自己積陰德，同時亦係為咗減輕新皇帝李顯嘅政治壓力。佢將自己生前製造嘅所有冤假錯案，所有嘅政治包袱，都喺臨死前一次過清算打包，留俾個仔一個相對乾淨嘅朝堂。武則天死後，佢嘅葬禮極盡哀榮，佢同李治合葬喺陝西嘅江陵。喺江陵前面，佢留低咗一塊舉世聞名嘅無字碑，一整塊巨大嘅石頭上，竟然一個字都冇刻到。點解？呢個亦係歷史上一個極大嘅謎團。有人話佢覺得自己功高蓋世，文字根本不足以表達佢嘅豐功偉績；亦有人話佢自知罪孽深重，唔知點樣寫自己嘅生平，所以乾脆唔寫。但我更加傾向相信第三種說法，就係武則天係一個極其通透嘅人，佢知道自己嘅一生太過複雜，充滿住太多嘅殺戮同埋開創，功過是非根本冇辦法用幾行字去定調。既然係咁，不如將石碑留白，千秋功過就留俾後人去評說啦。一代女王就咁樣喺無字碑嘅守護下，長眠於黃土之中。佢由一個14歲嘅懵懂少女，一步一步行到權力嘅最頂峰，將滿朝文武、天下蒼生都踩喺腳下。佢享受過無上嘅權力，寵幸過無數嘅男士，但喺生命嘅最後一刻，佢依然要向現實低頭，向男權社會嘅宗法制度低頭，造反理智嘅女人。呢個結局睇落好似係一種妥協，但其實係佢喺當時歷史局限性之下能夠作出嘅最完美、最聰明嘅決策。佢用一生去挑戰男人嘅世界，最後用一個女人嘅身份優雅退場。好啦，今日關於武則天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大家聽完之後，覺得武則天臨死前放棄帝號係出於政治算計，定係對李治嘅真愛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記得一定要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同大家發掘更多好睇嘅歷史故事。拜拜。